係由 HPV 病毒，即係人類乳頭瘤病毒所引致嘅。現今醫學界已經發現咗超過150種唔同種類嘅 HPV 病毒。唔同種類嘅 HPV 病毒咧，可以引起唔同種類嘅疣㗎。常見咧就有皮膚上面嘅尋常疣啦、扁平疣啦，亦都可以係生喺腳底嘅足底疣啦，又或者喺性器官嘅一啲性病疣嘅。扁平疣咧就係比較啡黃色凸起嘅一啲肉粒嘅。咁咧望落去咧就係比較鞋鞋地一粒粒咁樣，常見喺面部啊、頸部啊、心口啊或者腹部嘅位置。而尋常疣咧就比較多見到喺指甲啦、手指邊緣啦，或者一啲指甲邊嘅位嘅。足底疣顧名思義就喺個腳板底度見到啦，咁佢一般咧都係比較粗糙凸起上嚟，好容易咧同腳底嘅一啲雞眼去混淆嘅。足底疣嘅底部會有一啲微細嘅紅色一點點，嗰啲其實係一啲微絲血管嚟㗎，而雞眼咧就見唔到呢個情況嘅。性病疣亦即係尖銳濕疣，俗稱叫做椰菜花啦，就喺性器官上面見到一啲比較尖出嚟、突出嚟嘅一啲增生。皮膚疣咧就唔係淨係影響外觀嘅喎，我見過有啲病人咧喺個頸上面生咗一啲扁平疣，佢因為着衫嘅時候會刮到個衣領啊，一啲恤衫個領邊咧，咁佢導致佢痕癢同埋唔舒服嘅。而生喺手指嘅一啲尋常疣咧，都可以生得比較大粒，可能去到1-2個 cm 啦，佢刮到去做嘢啊、揸筆嘅時候都唔舒服嘅。至於足底疣咧，因為佢生喺個腳板底嘅地方，有時候行路嘅時候，如果揞到嘅話咧，都會導致疼痛㗎。疣咧其實具有高嘅傳染性嘅喎，佢可以係直接接觸啦，透過接觸患者嘅皮膚而感染到。尤其是如果皮膚上面有傷口啊、缺損咗啊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更加容易去感染到嘅。第二種咧嘅傳染方法就係間接接觸啦，譬如透過共用一啲個人物品，好似係毛巾啦、剃鬚刀啦、化妝掃啦咁樣，都有機會接觸到嗰個疣病毒嘅。有啲人咧亦都中意赤腳喺一啲公共浴室啊，又或者係瑜伽場館啊、游泳池啊嗰度行走咧，都係容易啲感染到呢個足底疣嘅喎。其他高危一族嘅人士包括小朋友啦、長者啦、長期病患者啦，又或者長期服用一啲降低免疫力藥物嘅人士嘅。一般嚟講咧，皮膚疣都唔會自己好返㗎。我哋治療嘅方法包括外用含水楊酸嘅藥物啦、冷凍治療啦、二氧化碳激光治療同埋外科手術。外用藥物咧，包括係一啲含有水楊酸性嘅藥水啦，咁佢係直接搽喺個疣嘅表面嘅，有機會要每一日咁樣搽好幾個月啦。原理咧就係透過水楊酸性入邊嘅酸類咧，係直接破壞疣病毒同埋附近嘅皮膚組織。由於咧我哋比較難去控制呢一個酸性藥水佢入侵皮膚嗰個深度啊，所以比較難控制個疤痕。一般都會用於喺手部啊、足部啊，又或者四肢呢啲比較冇咁顯眼嘅位置。第二種方法咧就係二氧化碳激光，佢嘅原理咧係透過激光嘅熱力啦，去氣化啲疣，咁令到嗰啲疣病毒咧可以消除嘅。咁佢做完之後咧，佢就會皮膚即時結痂啦，到佢結痂再個傷口好返咧，大概1至2個星期嘅時間。好處咧就係呢種方法比較精準啊，可以處理到一啲比較細粒嘅疣啦，同埋我哋可以比較容易去預期到佢個恢復嘅情況。咁佢可以適用於一啲面部啊、頸部啊嘅疣。第三種方法咧就係冷凍治療，我哋會利用零下196度嘅液態氮，直接噴喺疣組織嘅上面，經過反覆嘅冷卻啦、解凍嘅情況咧，佢就可以破壞到疣入邊嘅組織嘅。咁個好處咧就係個治療範圍比較大一啲，可以治療到譬如喺手指嘅一啲尋常疣啊，或者足部嘅一啲足底疣。但係唔好處咧就係冷凍治療好多時候都唔係做1次就已經成功嘅，有機會要做到3-4次㗎。如果有啲疣咧比較頑固，又或者佢嘅體積比較大啦，咁我哋就會轉介俾外科醫生做手術嘅切除。要預防皮膚疣嘅感染咧，最緊要就係保持個人衛生啦，避免共用一啲個人嘅物品。譬如去酒店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帶翻自己嘅毛巾；去公共地方嘅行走嘅時候咧，都最好要着翻拖鞋嘅。另外咧，我哋增強個人嘅免疫力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喎。保持均衡嘅飲食啦、適量嘅運動啦、充足嘅睡眠、保持心境開朗，都可以幫助我哋增強免疫力嘅。特別針對性病疣嘅話咧，大家都可以考慮接種 HPV 疫苗去預防嘅。
好多人咧見到自己生咗一兩粒皮膚疣咧就唔理佢喎，但係其實咧慢慢佢會越生越多，甚至乎會傳染俾身邊嘅屋企人或者伴侶㗎。所以如果身體有唔舒服，又或者懷疑自己生皮膚疣嘅話咧，最緊要就係諮詢專業人士嘅意見同埋你嘅家庭醫生啦。